到上个山就是火力山，也互我的使者伫漆皮内火焰中对伊出现，伊看去，看漆皮互火烧，漆皮也无落去。摩西讲：我今要发过去看即个大印象，这漆皮怎样无落去啊？也我看见伊要活起要看。 上帝就对漆皮内叫伊讲：无西，伊就讲：我食。伊就讲：伊无得滚我来，就烫比卡尼的话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。佢讲：我是你所讲的上帝，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举伊的面，毋敢看上帝。 摩西对上帝讲：我是啥物人？较紧通去变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！伊讲：我实在要甲你比咧。你带百姓出埃及后，你要伫这个山服侍上帝，要做我找你的政府。请逐位牧师讲道，特别是呼调。姊妹大家平安。伫2016年的时，美国的财政部有宣布，因要伫2020年，也就是今年，要将因20块美金的安尼顶面的民商换做是一个女性，叫做海莉塔夫曼。伊是第一个互放伫美金分票顶面的乌人的女性。要讲起这个人，就爱讲到200年前，伫1820年。 美国的马里兰州的一个农场的一个奴才家庭，出世一个查某囡仔，叫做海莉塔夫曼。因为奴才生的囡仔拢算做是主人的财产，所以海莉伫7岁时就互主人出租互别人去照顾囡仔。伊所照顾的这个囡仔若哭，海莉就爱互拍、互虐待。虽然生活真艰苦，但是伊的内心有一个宗旨。 就是伊的老母常常甲伊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，所以相信上帝要互伊百姓得到自由。伫24岁，伊知影讲伊爱甲家己的丈夫分开，要袂互去热爱奴才搁较严重美国的南部的所在。当伊知影，伊就决定要逃走，但是伊的先生不但无要带去，佫威胁伊要甲主人灭国。但是就伫一个暗时。 海莉伊祈祷，伊听见上帝的声，伊用对上帝信心，沿一条同情奴才的白人所设的一条秘密的路线来逃走。一路上，伊甲上帝亲像朋友同款在对话，在听上帝的引传。就安尼，上帝一路保护伊，伊行差不多150公里的路，路到自由的滨州费城的迄个所在。 虽然伊得到自由，但是伊无袂记哩伊遐辛苦可怜的同胞，所以伊真努力伫遐趁钱，并且对150年到160年10年的时间，伊通过无共款的秘密的路线，19摆转去伊的故乡，成功救出300个奴才，中间才失败过。上帝嘛保守伊安全，虽然这奴才主人非常生气，出重金要来掠伊。 但是伊嘛从来毋捌互人发现过，因为伊拯救的行动，所以这乌人真带领伊，就称呼伊是乌人摩西。咱看到当海莉伊面对涂条，就互伊毋管是毋是危险，佮转去来救伊的同胞。这就互咱看出，当一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当一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。 伊就会当听出，毋是靠伊的本事会当做出个代志，因为上帝呼召咱是去甲伊同工，是去完成伊的计划，毋是我家己的计划。但是咱拢毋是摩西，咱嘛毋是海莉，安尼咱无得到亲像因遐尼大的呼召，所以呼召到无着退关系。不过咱若是安尼想，咱就是误会呼召即个字的意思。 其实，根据基督教的解说精神，咱每一个人进入这个俗世，无论咱当什么款的积分，也是咱什么款的身份，
拢有一个神圣的呼召甲调面，就是通过咱所做的来完成上帝对世界的心意。伫即个过程的内面，除了有因为上帝祝福所产生的成就感、满足感，当然嘛包括伫即个世界所产生的艰难辛苦。因为就亲像耶稣，伊伫完成伊救赎的工作，嘛是带着痛苦来完成的。虽然阮拄安尼定义，但每一个人拢是活伫有呼召的内面。所以呼召毋是交互传教师，也是嘛毋是交互宣教师，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去找求的，迄个属于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甲回应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呼召会带来不一步的改变，会爱咱离开迄个舒适圈啊，爱咱去面对一个挑战。所以真侪人宁可选择莫去回应呼召，就亲像咱顶礼拜所看的摩西。伊认为伊伫米甸迄个所在结婚生囝，做一个饲羊的就好啊。但是上帝看伊毋是安尼呢，上帝看伊毋是讲娶某生囝，有一个稳定饲羊的工课就好啊。伫上帝眼中，伊是一个要领导一切的人离开奴才世界的一个领袖。所以虽然当时的摩西伊家己也毋知影家己伫未来一个角色，但是上帝对伊出世就开始为伊预备。一步一步培养伊，真做是一个适合的牧师者。同款，上帝嘛是看咱安尼就好，伊对咱拢有特别的计划，甚至伊来到世间，为着咱付出一个极大的代价，就是用十字架宝血将咱性命赎回来，互咱称做伊的囝儿。咱认为咱是囝儿，毋是奴才，为虾米？因为称做囝儿，就是对咱有一个期待。所以，慢慢兄弟姊妹，拢会当行伫上帝互咱的计划，活出一个有呼召的生活。但是，咱嘛要有智慧来知影讲，什么是无应该有的心态。其实我过去邀请兄弟姊妹出来服侍的时，会发现，会出现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一寡错误的观念，遮拢有可能伫咱服侍的过程，互咱感觉真失望，也是无起来。第一种的情形，就是咱拢期待，咱拢盼望，咱去超越上帝呼召时，会出现砰一声，上帝亲像一个魔术师，对无仔内面抓出一只土仔共款，互咱看出一个真明显的代志，咱就会勇敢来回应这个呼召。但是，一个明显的证据，敢一定会互人心归向上帝的。伫今仔日这段经文讲，摩西伫某一天去饲羊的时，看见刺皮互火烧，但是无倒去，这就奇怪。刺皮是一种植物，伊互火烧应该是规丛烧了了。所以摩西内心想讲，我当要活过去，看见这个大的景象。伊咧科学本圣经是翻做异象。咱若看异象，咱就想讲哇，摩西伊知影这是对上帝来，其实毋是。伫新的日本拢无翻异象这两字，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所讲的异象，应该是一种真奇异的现象。摩西看见一个真奇异的现象，就亲像咱看见一件会引起咱好奇的代志时，咱会活过去来去看共款。所以当摩西问我，竟然有声音对迄个景象来讲：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就讲：“我伫遮，遮会记。圣经写上帝对刺皮来向摩西讲话，这是咱读圣经的人知影。但是伫当时的情景的内面，摩西毋知影是谁在叫伊的名，所以当伊听到一个旷野有人要叫伊的名时，伊回应讲：“我伫遮。”这是人真自然的一个反应，就亲像有人伫人群中讲喊你的名时，你嘛会讲：“我伫遮，我伫遮。”但是，这咱回应上帝使命的迄个呼召是无共款的赞助。甲以赛亚先知伫回应上帝讲：“我伫遮通找我，是无共款的赞助。”所以，咱看见今仔日这段经文是上帝甲摩西第一届的接触。上帝向伊讲两句话来介绍伊家己。第一句是讲：“你无得赴我来，就烫你脚里的鞋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。”上帝向伊介绍讲，我是圣洁的。而且咱看
换气气体互火烧，这个火表明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因为咱知影火会当烧灭所有一切，所以上帝要烧是啥物？就是罪。伫身体的册有一个位的所在，拢伫遐讲上帝要烧灭一切的误会甲罪，这物件无法度徛在伫上帝面前。所以大师上帝甲摩西介绍伊讲，我是圣洁的上帝，当你来到我面前，就脱你脚里的鞋，你爱保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。第二句话是讲，我是你祖母的上帝，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过去摩西对伊的父母遐听见上帝，现在伊对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来听见上帝。顶日甲我有讲，米甸人的祖先是阿伯拉罕。所以，这个米甸的祭司非常自然，伫因家庭的生活内面，有可能甲摩西来教导关系上帝的事。但是上帝第二句话甲摩西安怎讲？讲无论是你祖先你听到你爸爸妈妈甲你介绍上帝，但是你即马对你的牛人大家所听见的上帝，我就是迄个降智慧的上帝，我就是甲你以色列人继续有关系的上帝。这个关系无因为恁迁徙到埃及就停止，所以摩西听到这，伊才知影讲，哇，是即位上帝在对伊讲话，所以伊惊敬畏，将伊的灵稳定，毋敢继续看这个火烧着的这个气体，因为伊知影伊即时所看的，毋是一个真奇怪的现象，是上帝在对伊讲话。哇，兄弟姊妹！若上帝真心对我讲话，我一定回应呼调。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过去摩西对伊出世的家庭，对伊丈人的家庭，知影真侪上帝奇怪的代志。但是这距离伊真遥远，是伊听来的。就亲像咱阵阵人是对上帝的认捌是听来的。咱听主日学老师讲故事，咱听牧师讲道，咱听别人的见证。这种帮助咱知影讲，咱所信的上帝有偌大，但是我同伊从来毋捌经验过。若是安尼，这个上帝就是听来的上帝。但是上帝囝儿，上帝袂当干那听过上帝，咱亲身去经验上帝。若无咱的回应，就亲像摩西回应讲：“我伫遮，遐尔表明。”但是当摩西知影讲，即个来讲话是以色列人上帝，伊甲上帝面对面，伊产生敬畏心。但是咱看到即款真粗浅的认捌，敢有法度互伊产生勇气咧？伊虽然知这是一个敬畏的上帝，伊惊，但是伊无法度有勇气去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所以接触落来，因为上帝讲，我要差派你从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时。虽然摩西知影即个甲伊面对面的是伊的主，伊的上帝，但是摩西拒绝。但是即位咱若是甲上帝维持真表面的认捌，佮安怎明显的呼召对你来讲，不过是一阵真美丽的烟火。你看到哇，惊伊就过去啊，就啥物拢无啊。所以咱去找求上帝呼召的时，毋是求上帝互你一个风动武林、惊动万教一个对象。因为你平常若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，佮安怎风动，你嘛看无，你若看有，嘛无一定会领受。咱来安怎做？就是伫咱平常的时来去做一个好的灵修的关系。当咱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上帝表明领导咱就会知影要安怎做。因为迄当时你有感觉你一定爱做，佮你不得不去做，就亲像真理家己理由讲，我种好啊，我种好啊，我心疼痛，我心伫我内面变化，我袂话真无讲话，因我今听见扫堂声高一个我安我，真理家己理，伊知影上帝透过对敌要来处罚以色列人。但是这以色列人，因也是无愿意悔改，所以身体的心伊遐非常的痛苦，伊遐会疼，伊遐会不安，伊无法度禁止伊的嘴无讲话。
一定爱讲出上帝爱伊讲的，虽然人无爱听。所以咱看见呼召的亲像是一个小小的感动，伫咱的内心开始，然后会亲像滚雪球共款，哪来哪大，哪来哪大。另外，伫遮嘛，甲咱介绍，气皮互火烧，但是无烧去，这就是全世界长老教会所使用的即个焚而不毁的精神。咱看见虽然是无同款的形式，而且有美国的长老教会、英国的长老教会、加拿大的长老教会、南非的长老教会所用的安尼的一个标志，虽然无同款，但是咱看到拢有一个火，焚而不毁，你安怎烧拢袂毁灭，就是希望教会会当伫世界，将做是互火锻炼过圣德的团体。咱看见第二个错误的观念是啥？就是不断地看我是什么人。当摩西当上帝爱摩西转去埃及地，将以色列人领出来时，摩西看见家己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伊看见是一个互同胞拒绝，并且互法老通缉的一个杀人犯。我真无容易逃出来啊！真无容易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哪有可能搁转去咧？就亲像咱嘛定定咧看咱家己的限制，咱定定咧看咱家己无的所在。当然，认捌家己的限制是好事，会互咱谦卑。但是若太过注意家己的缺点，甚至互即个限制别讲无法度来向前行时，就是无用跟上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咱拢有上帝的形象。如果咱过头否认家己，就是伫否认上帝的创造甲上帝的形象。因咱拢知影，咱人的眼光有限，所以有限到咱永远看袂到家己，也是别人真正价值。但是创造咱的上帝知影，就亲像摩西，伊是用错误的眼光去看家己。过去伊想讲，伊要用家己的方法来拯救伊的百姓，但是结果所产生的，甲毋是伊所想的，所以伊感觉伊受到真大一个伤害。但是如果咱若会当看到另外一点，就是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实在要甲你立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上帝提醒摩西，毋是你会当做啥物，是我在做。只要伫咱将眼光转向上帝，知影讲我家己无法度做啥物，是上帝在做的事，我才会当伫事工进行到非常有效率的时，归因归落上帝，毋是归落家己。反倒当事工无亲像咱家己所期待会遐尔有效果的时，咱嘛袂感觉失败无路用，因为咱知影干项事拢有上帝的时间。所以你面对呼召进程，咱所想的若是讲我无资格啦，我袂当啊，这就是犯一个错误。因为上帝袂去呼召一个有资格的人，什么人有资格会当互上帝使用咧？上帝是呼召一个愿意接受伊呼召的人。上帝是愿意呼召是一个愿意来承接这个责任、这个重大的人。因为上帝会互伊教义来资格，因为上帝会互伊教义来来去做迄个伊要呼召咱去做这个代志。所以咱若是听家己的借口，不如相信讲上帝会供应我，当我接受呼召了后，我所需要一切。另外，为什么摩西要讲我是什么人呢？因咱知影，将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，这是一件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呢。所以拒绝啦。但是上帝安怎回应伊？上帝来讲，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，你毋要伫即个山服侍上帝，这要做我找你的证据。上帝甲摩西讲，我一定会互你完成这个任务。这个山今仔日递到我基地的这个山，要成做我互你的证据。为什么是这个山呢？因为而遮上帝甲摩西面对面，因为山袂清楚，袂震动，就亲像上帝所讲出去的话，永远袂改变。所以，伫遮咱嘛来思考，审判的代
甚至是爱人去面对咱感觉非常困难，甚至是苦难的一个调面。咱看耶稣，耶稣伊伫去西马尼园祈祷，伊要互掠迄年，伊祈祷安怎讲？伊讲阿爸爸啊，你万事拢会。愿你互即个果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咱来看保罗，保罗伫小哥林多的会时，为着甲伊辩护时讲，我着我还较济，我落他也较济，受读教会算的，随着摆险险死。我互犹太人拍5摆，每摆40个减1个，3摆互拐仔拍，1摆受着石头钉，3摆拄着船破，1日1年伫深海，常常沿路拄着江河的危险、贼马的危险、滚族的危险、外邦的危险、城内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面的危险、海洋的危险，就劳碌甲艰苦，豆豆无困。鸟无喙干，豆豆无食，寒熜体，熜目体。总体遮的词，才有一项家己下大压我，就是顶体进教会来挂名。咱看见耶稣受呼召，保罗受呼召，拢毋是好康的。耶稣互呼召是去创人，是为着咱来死的。保罗受呼召是啥？是去传福音的。毋是好康的呢，是遐尼济艰苦呢。所以就亲像是德国的神学家汉霍华牧师伊所讲的，当上帝呼召一个人，就是呼召伊来为着福音来死。当然，咱无即种亲像汉霍华牧师遐尼大的荣光，会当因为福音伫性命顶悬来死。但是，咱会当伫某一方面、某一寡条命来死。譬如讲，咱的时间、咱的兴趣、咱的享受，咱甘愿为着主，遮拢来死。但是，伊所讲，若我安尼做会得着啥咧？歹势，可能咱安尼做，咱有可能无得着人的掌声，反正有可能有得着人的回骂、喜笑无接纳。但是，咱会当保证的会当得着啥？就是伫上帝遐永远袂败坏的礼物。最后咱看，伫上帝挂保证了后，摩西敢有勇敢来接受呼召的？无，伊讲，看，若我到以色列人遐对因讲，你所讲的上帝找我来遮，因若问我讲伊叫啥物名，我要安怎甲伊讲咧？其实摩西即句话有倒退的意思，伊伫遐甲上帝生气。因为以色列人根本就无安尼，要知影上帝叫做啥物名问题。因为因拢知影啥，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是以色列的上帝，是雅各的上帝，是因祖先的上帝。所以面对着摩西遐尔无理的一个要求，上帝非常有耐心，互伊答案。上帝甲伊讲，你就安尼甲伊讲，我是自然而然的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原文的意思是讲。I who I am， 我是迄个我是，这真歹翻译。伊上帝无受着空间、时间，还是人的定义，会当来限制。上帝就是上帝。这关系上帝叫做啥物名？关系是啥物人受关摩西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？上帝接出英文嘛，教摩西爱安怎讲？并且上帝嘛甲摩西讲，伫将来会发生什款的代志。但是咱看到摩西伫即章的内面，伊要是不断去找借口。其实看起来，这甲咱非常共款，咱嘛习惯。虽然咱确信上帝呼召领导我，但是我要是不断去找借口。哎，上帝啊！因为安尼，所以安怎吼？咱拢找不断的借口，咱拢找逐样的借口来拒绝上帝。当然，咱会当找100个借口来拒绝上帝，因为上帝互咱自由意志，会当来选择。但是，咱嘛会当用一个理由来接受，就是我相信上帝，我相信上帝做我有特别目的。我相信接受呼召是一种荣光，
因为竟然上帝要使用我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我愿意互主使用，因为我会看见上帝要伫我心中所彰显的荣光、彰显的奇妙有力。所以啊，弟姊妹，讲到好着，咱毋通惊，毋通闪避，咱会当勇敢回应上帝伫咱生命中咱互咱答应的呼召，爱会记。好了，毋是互牧者，毋是互宣教师，好了是互咱每一个人。伫咱的职场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社会、国家内面，上帝呼召咱。所以，看咱会当勇敢回应上帝互咱的呼召，然后忠心来持守，发挥咱的恩赐，互人看出有上帝伫我内面，所以我的生命是无共款的，是丰富的，是精彩的。毋是因为我偌有钱，我偌有地位，所以我的人生是丰富的，是因为上帝伫我内面。然后有一天，当咱转去上帝面前的时，咱才会当真安稳徛在伊面前讲：主啊，恳求你接纳你的劳苦所顺一切。当咱勇敢来回应，咱做伙来祈祷。